来，我们的慕容杰林要跟所有听众朋友来问候喽！来，宾果老师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慕容杰林。是，好了，我再次的看到这个慕容杰林的笑容啊，听到一堆问候咱的听众朋友哈，我干嘛你现在精神奕奕哈，开始要做宣传大仗，对不对？是啊。问一下，现在因为网络盛行的关系哈，对，很多的宣传方式完全改变了。现在就是我们可以上贝多利唱片公司的粉丝团啊，然后我们在这上面除了宣传以外哈，他们还有活动了，无够厉害的。我从来很少做到听歌还可以有奖品拿。说到《泪相思》这首歌哈，其实是第一次我看到那个歌词的心情的时候呢，我想说啊哟，这嘛是什么情形？你当时拿到这首歌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先听到 demo 嘛，然后再来编曲嘛，对，你的感受是什么？我在想说，哇，泪相思，接下来我们家就雄心就甘苦诶，靠都会去呢，都是啊呢，可是不会呢，我是觉得。老师，你做的这个曲真的很棒，尤其是 Tango 的歌曲，大概朋友听了讲，这个泪相思不会啊，不会说多悲，嘿，不会很悲，就是说你虽然是感觉上这种泪相思这3个字好像觉得很悲伤，但是你听这个歌不会，真的，而且你知道吗？这 Tango 有一点点节奏感的哈，对，半中版的又就慢中版的这种歌，对吧？那种感觉会勾人家的心。面层丁丁对，孤单面对，哇，孤单面对呢，就可怜呢。刚刚你们有没有偷偷的听到那个杰林面对？哇，你那个声音韵就好。孤单面对。你那个这种感觉韵味唱得好好哦，谢谢老师。我好喜欢听你的那个尾音啊，真的吗？真的，你的尾音有一种情绪。很多人唱尾音是标准尾音啊，可是你的尾音是带情绪的。那个情绪是属于你的，真的谢谢老师夸奖。那天我们在这个录音室就在研究，我们说，到底这个慕容杰林的特色是什么？后来我们就发现说，你的咬字里面有一种你的情绪早期我们都会叫你模仿邓丽君啊，对，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现在我的声音完全应该是自己的声音，完全都是你的声音，好好听，谢谢。那你知道吗？来，像我们贝多利唱片公司啊，这个李天良李董啊，他说。其实你还可以再进步的空间。他竟然跟我这样讲，我说对，是，下一张吧。我懂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每一首歌呢，我们收到 demo 的时候，我讲安怎当然这嘎子的部分这咬字的部分啊这个如果杰林有咬不出来，还是说不太会念的部分因为咱讲话都没问题嘛，对啊，对吧唱歌不一定啊因为有时候会转那个音，然后呢他说没问题，靠我。对啊，他都给他嘎呢，真的就厉害。每一首吗？几乎每一首。对，真的，我有时候这个音我讲要怎么啦，我唱嘛，我唱不出来。量不标准。对啊，你懂说没问题，3天给你改一下。我进前讲，我很怀疑耶，真的吗？会吗？正经耶。一次2次3次，然后就是越唱就越顺是啊，之前我就惊的，我是讲哎呦，我不知道要怎么唱嘛。因为以前我在讲台语啦，我唱几个台语歌啦，他也是因为唱台语歌被老板听到说你就可以唱台语的啊。好，现在作品来了我们要一首一首的推。来，换你介绍，你要介绍哪一首歌？这首歌就出名了对，这首歌我跟你讲，保证你听1遍。有印象，听第2遍就会唱，你第3遍会唱得更好。因为很简单，对不对？这首歌实在太简单，而且是说听起来你就会觉得说这类歌歌词啊含义啊会好像觉得在写自己耶。是对呀，我听了我就觉得好感动好，那我们先听好不好？大家注意听这首歌的编曲编的还真的是有味道，真的是太棒了。我们周伟杰 Bingo 老师所写的麦歌 Take It。几年，心跳才碎呢。
七人一路相逢无意义。可恨可爱的人，莫搁孤单。今生今世的爱，莫搁提起。听开眠，心痛这多年，对你的爱无细腻，才会想甲你。当初山盟海誓，长甲蜜地，只有我甲你。今日变做七人一路，相逢无意义。可恨可爱的人，莫搁孤单。今生今世的爱，莫搁提起。我听几暝，心痛这多年，对你的爱无细腻，才会想甲你。当初山盟海誓，长甲蜜地，只有我甲你。今日变做七人一路，相逢无意义。可恨可爱的人，莫搁孤单。今生今世的爱，莫搁提起。当初山盟海誓，长甲蜜地，只有我甲你。今日变做七人一路，相